生物科技送予地球和精神的大礼——人造肉。去年9月，联合国环境署甲2018年年度上届荣誉的环保大奖 Champions of the Earth 颁发予两个开发出革命性人造肉的美国食品新创公司 Beyond Meat 甲 Impossible Foods。环境署特别发文强调，食伤济肉是全世界上要紧爱解决的问题。俄罗这两间公司利用食物制造出食起来敢若真的牛肉的人造肉，有通互人伫毋免改变食食习惯的状况之下，自然而然减少对肉类食品的需求。食肉的害，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资料，牛、羊、甲猪整整的精生所排放的温室气体，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8%，比例超过车、船、飞轮机甚至火箭等等的交通工具所排放的总和。除了对环境的影响以外，哪来哪侪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拢指出，定食肉的人会比无食肉的人较熬着包括癌症、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。而且所饲的动物嘛有可能甲比如讲禽流感、猪流感和小牛病等等的人体共同传染病喂予人。阁有为着要互精细袂着病，抗生素的滥散使用，也常常培养出侪物件抗生素的超级病菌。所以人若拢开始食菜，减饲寡精细，毋若对地球环境有利，连咱家己的健康嘛会得到保障。毋过食肉伫咱人类的食习呢，尤其是伫西方社会，已经有真久长的历史啊。肉毋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，以特殊的滋味，互济人敢若想到就流喙烂。若要雄雄叫人莫食，真实是无简单。伫现处时的台湾，因为食菜的时行，逐间素食店除了提供天然的菜色以外，通常嘛会穿挂无共款的素肉来满足人客的需求。毋过遐个素肉食起来滋味，确实是和正港的肉袂比得。对惯势食肉的朋友来讲，要改做食菜，的确得要有真大的决心才会用得。不如过，敢讲咱若为着要顾地球，定着爱牺牲食福呢？这个问题，互两位美国人 Ethan Brown 和 Patrick Brown 分别伫2009年和2011年创立 Beyond Meat 以及 Impossible Foods 两间新创公司。因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创造出100%原自食物，而且滋味和营养价值阁会当和牛肉相比拼的人造肉，来大大提升人食菜顾地球的动机。到底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是用什么方法，互因发明的人造肉会好食甲互有法度取代牛肉 ？Beyond Meat， 啥人讲肉定定爱为动物来？肉的基本成分是蛋白质、脂肪、矿物质甲水。动物是生态系统的消费者，无法度家己生产营养分，的确爱倚靠食生产者食物来得到生长的要紧元素。比如讲，牛甲牧草食即腹内消化吸收了，甲原自食物的营养分转换做伊身躯顶的肉。设施咱也会当甲这的成分为食物抽出来，用伊来建构出所有的人造牛肉，咱就无需要搁倚靠牛来替咱生产需要的蛋白质，家己就会使做啊。这个创新的想法，互 Ethan Brown 和几若位科学家伫2009年成立 Beyond Meat， 为着制造人造肉。Ethan Brown 的团队斟酌分析牛肉组成的重要元素，刷入去翻头去伫
花莲豆、马铃薯、甜菜根以及椰子等等无共食物的超找这的成分，甲因提炼出来做人造肉的材料。根据 Beyond Meat 网站的讲法，花莲豆是人造肉的蛋白质来源，马铃薯和椰子油互伊食起来有肉的口味，甜菜根互伊有和红肉同款红红的血色。Beyond Meat 的人造牛肉、猪肉和鸡肉，毋但营养价值袂输真的肉，也因为成分100%来自食物，无含对人健康有害的胆固醇、抗生素、荷尔蒙以及基因改造的成分。美国 University of Michigan 针对 Beyond Meat 制造的 Beyond Burger 和一般的牛肉 Burger 相比，发现制造 Beyond Burger 会使省99%的水，减使用93%的土地，减排放90%的温室气体，以及省46%的能源，会当讲是兼顾环境和健康的选择。Impossible Foods Patrick Brown 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，伊伫2009年甲学校请假，专心去找找全球上要紧爱解决的问题。伊发现规模愈来愈大的畜牧业是其中一个。假使甲全世界所有人类起的建筑物、公路、火车路等等的空间拢加起来，还无到全球土地使用的1%，但是全球有45%的土地，互人用来饲精细，甲种互精细食的牧草，所用的水以及造成的水污染超过其他的产业。Patrick Brown 认为讲，用动物来生产蛋白质，毋但无效率，更会破坏环境，早晚会造成生态灾害。咱若想要保护生态，的确爱减少甚至停止饲精细来做食物。毋过伊家己嘛心内有数，要达成即个目标，无可能干那仰望大家拢莫食肉，改食豆腐也是豆仔来得到所需要的蛋白质。若要成功，定定爱创造出好食阁袂影响环境的肉。这也就是伊伫2011年创立 Impossible Foods 的使命。和 Beyond Meat 同款 ，Impossible Foods 的团队利用来自食物的成分来制造人造肉。毋过有一项和 Beyond Meat 无共的部分，就是 Impossible Foods 发现互肉看起来红红的血红素，是互肉食起来有好口味的关键元素。血红素互红血球会当甲输入细胞的送素送去互体内各组织细胞，也是动物细胞进行新陈代谢的要紧元素。伫肉里有真悬的量，所以若要互人造肉食起来可比咧食牛肉，定定爱有够野的血红素。Patrick Brown 和伊的科学团队经过5档研究，找出总算伫豆仔根内底找到会当代替血红素的豆仔血红蛋白质。豆血红蛋白互豆仔根有法度甲空气中的质素吸收，固定做肥料，对食物的成长是不只要紧。Patrick Brown 发现，经过透染豆血红蛋白了后，原底食起来无啥滋味的人造肉，竟然变做敢若真的肉。为着要生产够野的豆血红蛋白质 ，Impossible Foods 的科学家利用基因工程的技术，甲豆血红蛋白基因放入去酵母内底，创造出会使表现豆血红蛋白质的基因改造酵母。刷落去 Impossible Foods 就会使利用这个基因改造酵母来大量生产豆血红蛋白质，过程就敢若隔酒同款简单。和一般的牛肉 burger 相比 ，Impossible Foods 制造的 Impossible Burger 会使省75%的水，
减使用95%的土地，以及减排放87%的温室气体。Ethan Brown 和 Patrick Brown 拢认为饲精细来生产肉的方式无法度久长，直接为食物来制造出较好食、较健康、零污染、佮较俗的肉是未来的趋势。透过制造上赞的肉，互消费者会当自然而然减少对牛、羊、猪肉的需求，是顾地球和健康的上好药方。